加密貨幣。2025年10月11日，琴日嘅晚上係美股同加密貨幣黑暗嘅一夜。原本平平無奇嘅日子，想唔到變成加密幣圈歷史上最黑暗嘅一日。根據凌晨8點鐘嘅數據，過去24小時之內，全球加密幣市場爆倉，金額高達191億美元。琴日夜晚因為跌勢過急，超過160萬人強制平倉，即時交易系統強制執行沽貨，成為咗幣圈10年來最慘烈嘅一次大崩盤。喺10月10日晚上開始，比特幣價格喺11.7萬美元附近震盪，睇落去風平浪靜，但係冇人意識到風暴係嚟緊啊！就喺嗰陣，有個交易平台嘅 Hyperliquid 上面，幾乎冇名氣嘅大戶，即係擁有大量加密貨幣嘅人或者公司，突然間用11億美元開咗個比特幣、以太幣嘅空單。雖然喺幣圈用上億元嘅槓桿做空唔算奇怪，但係精準地踩中呢個大冧市嘅節奏呢，就千里挑一。以前沽空加密幣嘅人輸到焦頭爛額，冇人相信今次係例外。直到幾個鐘頭之後，凌晨5點，一場歷史性嘅暴跌突然上演，比特幣每分鐘跌1%，半小時蒸發咗數千億元。如果你當時打開比特幣嘅 K 圖睇哇，30分鐘嘅圖畫，簡直就災難，價格就好似斷線嘅風箏咁一路跌，每分鐘跌近1%，幾乎係冇反彈。最驚心動魄嗰分鐘出現啦！喺凌晨5點19分，比特幣暴跌4%，由11萬多插針到10.2萬蚊，短短半小時，全球蒸發超過2100億，一個總市值超過2萬億美金，全球資產就咁俾人撳住打。比特幣一夜暴跌12%，幾分鐘之後，消息就傳嚟啦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重新對中國加徵100% 關稅。貿易戰重啟，呢條新聞發佈嘅時間呢，就係暴跌嘅中間點，市場驟然就明白啦，風險情緒全面爆發啦。比特幣暴跌只係開端，國內嘅山寨幣跟住血流成河啊，狗幣都要腰斬一半啊，其他山寨幣幾乎全線歸零，幣圈嘅清算日就係咁冇預警之下凌晨上演，贏家得一個，就係嗰個開咗11億空單神秘大戶。當無數人俾強制平倉清零嘅時候呢，呢位仁兄就贏晒啦！暴跌之前精準沽空，20個鐘頭之內用3000萬美金開咗個11億嘅空單，暴跌後精準止盈，賺3000萬離場。呢個操作簡直係神話。10月11號，烏克蘭有一位知名嘅比特幣加密貨幣投資者兼網紅，被發現向一架林寶堅尼嘅豪車入邊吞槍自殺。呢位32歲嘅網紅，交易學院嘅聯合創辦人 CEO， 專門係做加密幣教育同埋諮詢。據話暴跌之前，佢同朋友投訴財務有問題，雖然未有證實係因為呢次爆倉而自殺，但係時間係啱好喺呢個市場蒸發超過190億美元爆倉之後，好多媒體同社群都聯想埋一齊，係幣圈壓力太大導致嘅悲劇。無論喺多大嘅牛市都會存在危機，提醒大家投資最緊要唔好超過自己承受得起嘅錢，特別係槓桿同合約。高槓桿不等於高報酬，反而係最快嘅懲罰。懂得收手、懂得風控嘅人先至係最聰明嘅人。所謂留得青山在，哪怕冇柴燒。輸咗錢仲會有翻身嘅機會嘅，輸咗命就冇得翻轉頭。所以如果有類似壓力，記得揾朋友傾訴或者求助專業人士。請大家訂閱、留言、點讚、分享出去。